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树林的囡仔呀囡仔姊，好，徛这个所在。今日吼，咱要来遮吼摕宝藏对无？对。对，啊你台语好无？好。好啊，等一下好啊表现啊，讲台语啊尽量较大声哦。就你先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打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今仔遐，今仔日探险队长，大家好。对，就是安尼，非常的有精神。队长啊，咱的宝藏哦，今要空啊啦！哦，因为阮的小朋友修理下，对无？对。所以我甲智慧之神啊有讨论过，阮想要去做生意，啊是讲问我小朋友啊，你若是有机会会当开一间店，你想要做啥物生意？为什么？考级帮别人画图。画图是安怎？因为我就爱画图的。哦，甲人画好水水，卖规矩，画果子哦，水果是无？果子啊，你介食啥物果子？往来。往来哦，足甜的。我想要卖手机啊，手机啊，是安怎？因为我就爱算手机啊。你有咧研究手机啊，就对啊。对。哦，安尼真厉害哦。我想要卖电脑。电脑。我嘛爱算电脑。算电脑，算手机啊。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倒开来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树东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好，小朋友来到这个所在，咱跟我来。哦，咱先徛遮。嘿，你好，哦，你来哦，我即摆咧研究一顶帽啊，无啊，那熊熊这顶咧真厉害哦，吼，是我研究真久啊，这顶若是戴起来吼，会充满智慧。啊，若亲像恁若是有一天变成是一个发明家，恁会想要发明啥？我想要发明这种机器人，啊，会当帮我写功课。写功课。实在，就对伊即摆非常的有帮助啦。啊，林武，你想要发明啥？免困就会困饱的迄种。哦，这我有捌想过。我也就想的，因为有当时咱时间无够用嘛，对无？好啦，开讲讲爽。啊，真正要来，互恁一寡试验吗？好不好？好。有信心无？哦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！好康到小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连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应金箍箍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各位囡仔遐囡仔子，来到这关哦，就是要考验大家台罗拼音的了解有偌多，就是 P 就是念报，啊 PH 就念 P， 报这个音有啥物字？大家想看觅？报。白色的。巴拉对，巴拉水，白色色。白色色，真好。哦，安尼有啊嘛？啊那 P 咧 ，PH P。汤米。胖乌。碰过，好，安尼拢有啊，对不对？是毋是无偌困难？学两个啊，学两个嘛，啊你真贤啊！咱另抓较搁学别项。好，今摆要开始考验嘛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，来加油！看是倒一个音起头的哦。难哦，红色较困难哦，唔好去红色遐，先去青色。好，来，烤味的烤。靠，客厅的客。水啦！壳
车的，卡车对，哎，拍开，水有拢有对，来后一题。哎呦，真好哦！加油！就照这种量法，去想，尽量去想，甲你甲倒出来。来，胖你的胖，胖拍扑个扑，好，水胖公公的胖，胖对，起扑，好对啦，水。再来，扑，起扑，来哦，要红的也是去迄边，去青迄边。给你朋友表现的机会啦，你就赶紧去上。可以看过，可以看过。我来啊，有啊有来啊。啊！这是。什么呢？鱼，记得哦，时间1分1秒嘛是咧过宝宝哦。炒嘿，有啊好，好食好，好水，番薯的番，หั่对，好，海底啊，海底啊对啦，海底啊。加油哦，甲拼落去哦。记得哦，时间够有分外吼，分外够时间够时间。哎呦，这个叫什么？金嘛，哎呦，生意空啊！哎呦，啥？金赶快讲，刚对，干的干，干对，加油，金丢，金牛对，金牛。我知道有金丢呢，哦，你有金牛哦。金丢，来啦，甲伊拼一个，迄个红色的啦。红色的，嘿啦，红色的吹落，嘿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就这个啦。红色，日日，水你的你哦，虾子的鸡，家里的你水，娘老烈，娘烈，烈，呀人的烈，对，过来嘞。哇，会有厉害哦。我胖，哇！什么？最紧张的嘞。好，啊！时间到，不要紧，咱来看嘛，拢总得到几题，现在讲。哦，讲了真好，头脑真清楚，咱来复习一下，第一字是啥？金金金纸，迄个 K， 咱搁通啊倒什么字出来？常常咧讲假鬼假怪，假，哎呦，假鬼假怪，鬼假怪，芳哦，你看，叫你赚到，他练到，他领导，他练到水。哦，咱来讲嘛，来讲啥？日头的日，日哦，日应该嘛是算较困难的字哦。日哦，日。第二个字就头先有讲到，安尼差不多，咱来看卖你拢总摕到几题？拢总摕到15题，拢摕到一个金扣扣，水啦！好啊，同款，有这种信心，甲第二个金扣扣摕落来，好唔好？好！来准备接金来卡。看你安怎排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两边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把思想摆在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好，头先哦有了解到人物，敢若有学一寡极大的乐器，是毋是？对。是倒一种的？铁琴，铁琴哦。对。啊，你学几档啊？我学6年。哇，你学6档啊？最厉害呢。哦，考进敢有学一寡乐器？无，你无得学。啊，你学啥物物件较济？我学车铃。哦，拍风雷哦。最厉害。哦，咱今仔日就学晓甲这个形象踩喺对的所在就好啊。今摆要来甲恁考验哦。考验的题目就是第1甲第6对粗甲幼。大条佮细条，粗甲幼，大条佮细条，真好理解吼。好来，我准备开始，现在噶，来开始看。你先甲伊讲，你上粗的是啥？上粗的。阿里山有足济。哦，阿里山足济。第一个。第一个哦。我第一个啊！啊，你想煞甲伊问看卖，你伊边上粗的咱这边上粗的是啥？咱这边上粗的是会使做孙啊。会使做孙啊。哦，是。会使做孙啊。第三个。第三。第三号。哦，第三。啊，你甲因讲，你这边第二个粗的。第2粗的是啥？伫路边有看到的。伫路边有看到的。铺色的。这个。啊，还有啥？有刷，有足
线无线有刷的。无线的，啊，你敢知？知影。好，啊，你因迄排第几？应该是第二个。应该是第二个。好，无对，即摆换对上游的，上游的，你问。恁上游的是倒一个？好了，较细哩哦。恁上游的阮是上游的，的是啥来讲？来遮，甲你讲者，是一个糖的，是一只糖啊。会伊吐出来的物哦，件。一只糖会吐出来的物件。对，恁的应该是上游的，咱上游的是姐姐的，会使食有汤，有汤白白。甲啥物物件放做伙？甲啥物物件放做伙？你看迄白白你的，在讲啥？甲放做伙。猪脚鹅啊，拢会用的。猪脚鹅啊，鹅啊，啊，你阮来排第几啊？应该是第五个。第五哦，先排第五。哦，阮遮要放第六哦。好，你讲第六。开始。啊，咱上后一个放第四。说你哦。来，啊，恁中迄个啥？肤色的看到肤色。啊，来，恁第三你讲。是孙啊。孙啊。时间。好，时间到。你感觉可能会对？会啊。好，咱来看卖到底对唔对？选来。为粗甲油，心木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内面上粗的，无唔对。对。心木敢有比电火条搁较粗？那德哥，电火条较粗啊，德哥。电火条。无唔对，安尼恁就对。啊，德哥，这个较歹讲吼，系啊，较少。德哥伊就算较油淡薄，拢摕来披衫、内衫，有无？咱菜伫咧厝内面啊，刷落来，枕头啊较粗，还是德哥较粗？这个哦，好，刷落来，后一个是啥？米线。面线是毋搁较油啊？对。猪肚丝，头先是安怎？有一只糖。糖会安怎？会吐出来的物件。出来啊！好，咱看卖，拢总钓到6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上尾关啦，继续加油好唔好？好。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万象心如有面界，牛条马面两并排，神路多条将有无？好好分判，转轮台。这是阎罗王出场的时阵会讲。小朋友在讲。小朋友讲讲讲解，有讲义。恁敢有看过布袋戏？有。即摆我带恁去看即个所在，因是宣布的，拢是学生啊因家己完成的哦。前场甲后场拢是来真的。到底因平常时啊是安怎训练的？咱做伙来看卖。好。因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拍拍探险亲像行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想袂到我竟然会当甲这个布袋戏红仔弄甲遐尔好势，讲这个时阵佫讲遐尔精彩口碑吧，这是需要经过足侪年的训练的啦。去互恁发现啦，其实毋是我家己咧弄的啦，这个富林国小的囡仔真正是足厉害的。唔过为虾米一间国小会成立这个布袋戏社团，就要来问咱的主任啊？主任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主持人你好。你好，为虾米你会想要成立这个社团？因为阮富林国小呢，加偏僻，这囡仔普遍加避暑，布袋戏的表演会使为迄落戏台后。那成立了后，那台戏进步啊，那囡仔嘛加有自信啊。哦，安尼我今仔日会当体验啥物啊？你今仔日来，我落你直接去人看嘛啊，会使体验一下，嘿。好，今嘛就要来请问一个勇哥，我的手是要安怎扛啊？切镜头啊，哎，安尼比。哦，遮有一个坑，遮有一个坑。三只镜头伫倒边，大武器伫正边。哦好，电视顶悬咧看，就是因拢足厉害，咱并来并去，我嘛想要知影是要安怎并来并去。你换一个，我换这个会较轻松些，并一个，对，并一个。不过我看你就是做起来足简单的，不过其实做起来真正是足困难的。
啊，我呢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我的手真正是特别抽筋啊。不过小朋友讲到抽筋，你敢知影要安怎做才会当改善抽筋呢？哦哟，哦，你看因的手真溜溜哦，对啊，佫真软 Q 安尼，啊，到底要安怎去，互伊较爽快呢？白色是红记记。讲台语、学台语一定要收看，非常了不起，非常的简单。因为常常抽筋就是咱身体欠这个营养素，所以才会抽筋。所以咱来食一寡甘糖的物件，还佫食一寡电解质的物件，譬如讲就是金蕉，食金蕉就无唔对。哦，要救筋的时阵，救筋啊食金蕉，敢对咧红记记？靠我红记记，逐工看公司红记记上高水。我甲恁讲啦，恁即个运动过度的时阵一定就会即个抽筋嘛，对无？所以呢，你就爱赶紧春轮，啊春轮食你的即个筋肉，互你的筋肉放互轻松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金蕉敢有人听讲爱食金蕉？无哦。啊，毋过咱开始运动，毋是爱补充一寡力量啊？啊，毋过毋是咧抽筋的时。对，伊讲的是重迄是点。你运动进前的时阵爱先食，对无？对。你确定要选的是？红记记。敢安尼？你确定要选的是？红记记。敢安尼？其实食金蕉因为就是有糖，伊就糖类嘛，啊，佮电解质，啊，食了后你会感觉真饱。啊，毋过基本上你若是真正救筋的时阵，你感觉食金蕉敢够有效？袂因为你就已经救筋啊，你是爱伫运动前食，较有效。安尼知影无？知。好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啊，好白，最近有一个节目叫做《非常了不起》。你敢捌看过？这个节目非常有知识，若阮阿孙爱看，连我逐集嘛拢咧看呢。敢毋这么好？来，我带你来阮兜看。好啊。来了！我清空国内上大经理行的头家，最近做水灾。亲像米起3杯，一摆一定稳赚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是皇上所派来的孙安金生。呀！好！我带你喵喵。大家。拄则其实是我头一遍咧学布袋戏，安尼就爱伫全校的头前表演，其实是有淡薄紧张。毋过用过就是直接就安尼念出来，而且非常的传神啊，真正是足厉害的。所以伫遮就爱来问一下用过，当初是为虾米想要参加这个布袋戏的社团？因为细汉的时阵，阿兄嘛有参加这个社团。哦，阿兄的关系。对，所以我真倾向于会使遮么有自信。安尼你感觉你咧学布袋戏的时阵，敢有对你的生活有啥物影响？有啊，即马因甲阿公甲阿嬷拢会使讲台语。不过我感觉恁这个小朋友真正是拢足够的，10支镜头啊，就爱人2000布袋戏。我哪会想象袂记住？这支镜头啊的台语是要安怎念？这支镜头啊的台语安怎念？到底安怎念呢？咱来听看卖红记记白色是安怎讲？安怎讲？要安怎讲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呢，这叫做大头母。大头母呢，伊是第一，所以伊的边啊就是排第二，叫做李仔。安尼李仔，呀，无？李仔，哎呦，敢有道理哦。来，红记记，
答案呢是叫做尖仔，是安怎呢？因为吼，古早的时阵，你咧剃衫的时阵呢，你会用这个食指啊，甲伊拄好调，所以呢，伊就叫做古来人就讲伊叫做尖仔，安尼知影无？大头母尖无，二仔听起来较。二仔。安尼是白色色哦。所以恁要选的是白色色。好，来，敢安呢？对啦！无唔对，就是二仔。啊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好。五支镜头安怎念？大头母。大头母。啊，第二个头先讲的是啥？二仔。二仔目通讲鸡仔。鸡仔。因拢有当时讲鸡，还是讲要鸡倒位，是毋拢用这支？啊，中是啥？中仔。中仔，遐尼安尼是对，中仔。该记起来啊咧。，这支咧？这支。白仔，买仔，会对，真好。有人安尼讲嘛，买二仔嘛，倒数第二嘛，买二仔。啊，煞上尾头先讲这支买仔。买仔。安尼来看卖啊，恁拢总对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非常好，3个金箍箍，有3个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险来卡。好哦，来哦，3个的机会，机会介大。你有想要先选倒一个动物？这个机会咯，机会哎咯。呦，讨论好啊，是毋是？哎，啊，你有看过伊本人？有看过梅花鹿？无看过梅花鹿？无。你无去动物园看过？无。敢有伫梅花鹿咧？请起来！就无看过梅花鹿，你搁要投梅花鹿？三姐你看过？看过，你捌看过啥？你有看过石虎？嘛无啊。嘛无看过石虎，啊，毋过搁想要选到石虎。鸦片有看过鸦片。石虎，请起来！啊！一声烦恼。宝藏无摕到，下面行路转去树林嘛。无，互咱你一个机会。伫咧找，找这个。搁要相信一届，搁要相信无看过一届。啊，较我。确定要选哪里？对。无啥信心，毋过无要紧。请起来！哇！颁奖！恭喜咱当得到木造的七头米。哇，真好的礼物咯！有用途的有用途的哦。是放卫生纸的。放卫生纸的。对。这是树的卫生纸。哎，卫生纸迄个啊，嘿。啊，这是结头壳的哦。对，结头壳的。结头壳的，哦，这人啊倒起来。用迄个茶做的哦。用真正茶做的。倒起来就当放卫生纸啊。哇，恁敢有摕过这款的礼物？无哈，有欢喜无？安尼今日来讲台语好啊，学台语有价值无？继续讲台语好无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台语。再会。